話說當年劉德華拍《龍鳳鬥》就係嚟到依粒望夫石，佢就係咁留低咗支水俾我同鄭秀文飲啦。Thank you。由顯徑出發，混合住城市同山景，經過咗望夫石同獅子山之後，我仲會路跑一段去望埋煙墩山嘅火車舊遺址。Let's go！ 拍依粒石咧，最大嘅原因就係由細望住佢大嘅。望夫石咧有兩條路嘅，第一條咧就係喺顯徑上乾隆古道，第二條咧就 common 啲嘅就喺紅蓮谷嗰度上。咁就半個鐘左右上到嚟望夫石啦。相傳咧有位夫君咧要出海揾食，咁個妻子咧咁就日日孭住個小朋友上山等佢個夫君翻嚟，咁啊等下咁就等到變化石啦。咁經過完望夫石之後咧，咁而家就會去回歸亭，然後再上獅子山嘅。上獅子山條路都斜嘅，所以你慢慢嚟啦。咁講開獅子山咧，就一定係聯想到獅子山精神，代表到香港人嗰種奮鬥。咁佢都有一個民間傳說，相傳咧就有9條惡龍啦維護人間，咁所以咧上天咧就派咗隻神獸啊，就係獅子下凡鎮壓，同時守護香港。咁而家咧就離開獅子山，就落行益飲觀可樂，最後一站咧就會去埋九龍塘啊。突然見到一個叫彩繪樓梯嘅地方，呢度咁就嚟到煙墩山舊火車遺址啊。咁我就冇特登落去打卡嘅，遠觀望一望曬搞。